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本，欢迎收看福气来咯。唔知大家有去过日本的琉球无呢？冇去过唔怕，今日带大家来去台湾的小琉球哦。今日来宾其他小琉球做一个特别的工作，到底是做乜嘅工作呢？接下来邀请佢同大家分享一下咯。马上来欢迎今日来宾姚佑胜阿胜。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六队嘅汉人，我是姚佑胜。哇，欢迎阿胜来到我哋节目個。阿勝前面有講到啊，你係來自小琉球，喺小琉球做一個特別的工作，到底係做乜嘅？同大家分享一下吧。我在琉球係晒貢茶嘅。哦，是貢茶嘅，你係算司機咯。係啊。哦，你喺做一個小琉球嘅司機之前，你還有做過其他嘅工作嗎？我做過送貨嘅司機，還有修理高雄客運的學徒，學徒，然後還有做過演員，還有戲曲演員，還有欣賞。哇，欣賞戲劇嘅演員，也得幾特別呢。等一下還有幾多嘅時間，我哋再來同每日嘅故事，先定咗咗嚟，我哋了解一下個。點解唔睇小琉球做一個司機嘛？嗬，琉球嗰邊嘅人咧司機80有多台啊？80就2台。2台啊。一台係在上清嘅，一台係在遊客嘅。年下嘅都唔睇事啦，嗬。路線路線係點解講小琉球嘅路冇清楚啊，都一條，什麼？我在那邊的話，主要是601A 路線跟601路線。那601A 的話，就是它會經過三龍宮，在地人又叫它王爺廟，然後還會經過很多民宿，最後會跟601重疊的部分就是海子口，一路回到終點，後面的路線都一樣。那601的話，就是從3大景點那邊過去，就是整個是環島一圈，它到海子口一樣跟601A 重疊，然後一路回到終點。你有兩條路線講冇相同咧，一個係個有黑的地方，民宿角度嘅，一個係純風景路線。安尼阿勝做一個司機啊，有乜個特別的條件冇？他有需要一定的技能或條件嗎？也沒有只要你認得路，然後你有職業駕照跟小藍卡，就可以開公車了。乜個係小藍卡？就是交通部規定的，就是要考那個小藍卡，要去南訓中心那邊去上課，然後考試，然後就可以拿到小藍卡，就可以開公車了。有頭先有講到啊，對一個路有熟嘛，本來唔係小琉球嘅人，對一個路線，你這個本身冇所謂吧？你在上班之前還沒有去走過幾認識一下？就上班的第一天，有同事帶我跑個1-2圈，然後之後問我說熟了嗎？我就說 OK 了，然後就直接跑了。你都出家上班了哦。T8有個蠻唔錯路線的冇？沒有沒有，就真的是因為幾個單純啦，嗬。係啊。你嘅茶算我哋講應該算社團可以坐幾多人啊？8個人。8年。有讀到講嗰種，我哋路線的時間，我哋茶係慢的，這個時候怎麼辦？可以停下來也講。看遊客要不要擠呀？遊客要擠的話，我就讓他們擠一下；如果遊客不願意擠，就讓他再等下一班車。不過有種情形應該改善吧，因為影響地都小琉球嗰邊，大家去個唔係講去歐多拜、去腳踏車，冇到這個視察過少啦，坐公車過少。主要都是外國遊客啦，要不然就是帶着小孩不方便騎車的，要不然就是帶着長輩出門不方便騎車的，要不然就是一群長輩來不會騎車的，才會坐公車。你這個去到小琉球做一個工作差不多1個月啊？去年10月開始到現在。你去到這個時間，你做一個司機，你自己有沒有對這個司機有一個預設，是想說，你做一個工作應該會乜個情形？結果你做了一個工作之後，才發現原來不是這樣子。據我所知，在台灣的公車司機都是自己開自己的車，比較少會跟遊客互動。之前看過新聞，台中好像有一個司機會跟遊客互動，這個乘客不能說遊客，要說乘客互動。那
我听之前的同事讲说，他都会跟游客做简单的介绍。那我就想说，那我也可以这样子做，才不会让我在开车的路途中一直都是很无趣的。所以有时候游客来，你第一次来玩的，那如果你不了解怎么玩，我可以跟你做简单的介绍，这样。真是冇穷用呢。安尼阿成，更加吼，我来做我嘅乘客来讲，吼，来了解一下，基本我能走迄风景的路线，我们用嘅从大家了解好吗？像琉球的话，有4个沙滩，5个海废墙，然后80几间大大小小公庙，大概有80几间呐。然后民宿的话就有600多间。然后还有的还在盖。然后3大景点是必定的嘛。然后还有3个秘境。然后像一些收费景点的话，就那3大景点。然后再来就是其他都是不用钱的，比方说花瓶岩，那个观音石。然后这些都是不用钱的，那个王美老墓，这些都不用钱的啊。对啊，那收费的话就是美人洞、山猪沟、乌鬼洞3大景点。安尼假使讲我根本呢，吼我唔知啊无来讲，第一摆可能从我查哦，我建议一般的游客去那景点开始过好。哪边开始哦？因为我们公车有卖1日票，1张100块，就从我上班到下班随便你搭。然后我们公车是路上随招随停，你只要在公路上看到我跟我招手，都可以直接上车。我都会跟游客说，你不要在路上跟我大眼看小眼，我不知道你要搭公车。我压缩。然后我都会跟游客简单的介绍说，你可以先在这边下车。玩一玩之后，再等我下一班公车过来载你，再到下一个景点再载你，然后你再玩一玩，然后你再搭我下一班公车再来载你，再到下一个景点，这样一路这样玩。安尼阿生，你讲从人下讲，可以等下一班车，平均来讲，下一班车要等1今日按用去聊嘅时间呐？大概是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一班。因为像有的路线可能就是1个小时，因为我要跑601，又跑601A，然后又回来601，又回来601A，然后有像我中午休息完之后，我有2班是601的，我连续2班601，然后还有最后2班末班车的连续2班也是601，中间的话可能就是1个小时一班这样。安尼其实大家如果会说呢，我睇下定下哦，我翕个相，或大家留啊，可以半点钟、1点钟，这时间就还算充裕哦。算好诶，去到个起顿诶，唔来嘅都压缩一下，因为其实你大概等玩了1圈，你玩一玩，大概我跑1圈过来，然后再过来载你，差不多1个小时啊。对啊，你可能你玩一玩40分钟玩完，你还有20分钟的时间可以休息一下，然后等我的公车再载你到下一个景点，你再继续玩。或者是你可以自己徒步这样走也可以。那我自己下班有时候会去运动，我徒步大概走1圈3个小时。如果不玩景点的话，我之前是有遇过游客，他是一下船开始玩，然后一路玩到玩完半岛，大概是5个小时。然后因为他玩的那条路线是观光景点路线，那另外一边东边那条路线的话，其实没什么观光景点，所以那条路大概走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回去了。安尼阿生，你讲西片迄差不多睇个观光景点嗰度的嘛，东片讲无，东片嗰片算系哪一种的风景吗？风景啊，还有高水啊，都有啊。讲到高水，有嗰种人哈，去到小琉球同阮讲，我唔可以高水，也係講我高水唔好拍到日頭嘅，有安尼嘅人行冇？有啊，有呢個啊。結果真是有安尼嘅地方嗎？早上的话可以去美人沙滩，因为那边美人沙滩是西边，太阳东升嘛，所以那个山壁会挡住太阳，所以美人沙滩那边早上的话比较晒不到太阳。不過像更加熱天，可能到下午前10點跟日頭都暗高嘅，可能冇差別哦，係冇？不管去哪都會曬到日頭啦。有嗰種嗰啲嘅人下講，係去到小琉球，頭先有講到嘛，小琉球嗰度嘅宮廟，嗰度嘅太廟，嗰種嘅有
银行贴配去看公庙的吗？也有，我有遇过，就是专门来拜拜的。哦，金雄哎，嘿，就是专门来拜拜，然后拜完就去吃个饭就回去的。哦，也有，还有其他银行还本印象够深的吗？他还有遇过游客问我说，哪个景点可以不用走路？啊，不是航路，啊，真是有嘛？顶多就是望海亭哦，望海亭可以不用走路，你不想晒太阳又不要走路，就只剩下望海亭。有下去也得给走了安尼。就坐在那边看风景，就这样。放哦，看海放哦，放空啦，唔係講啊放空，係講放空，本自家好輕鬆一下嘅地方。哦，唔自家睇經過有個80嘅工作經驗底背吼，我有過困難嘅事情，也係講本有過困擾嘅事情冇。就有时候游客会问我，这边在地人口有多少人啊？然后这边地基有多大？你双方来嗰度奇怪問題呢？哦，今日嗰度84幾，乜嘅攏會啲呢？我就因为我是顶多跟你介绍景点的，然后有游客问我一些这些奇怪的问题。我就会觉得有点困扰。虽然不是什么大事，可是我会觉得说，这种东西你上网都可以查得到，为什么要来问我？真是800種嘅銀行有800種嘅問題啦！哇，觀眾朋友，原來做一個80世紀，可以有很多嘅技能咧，甚至有應付人哋銀行各種奇怪嘅問題。唔過小琉球還有哪條好吃好搞好聊嘅地方呢？休息一下，繼續嚟同大家分享哦。上一段有講到，我哋阿神係兩萬同佢在地嘅銀行啦，和村民去互通。唔過睇小琉球還有哪條精彩故事呢？繼續嚟請教佢吧。阿神啊，頭有講嘛，銀行去嘅小琉球大部分都去嘅高料嘅啊。假使講高料除了高水之外呢，有啲銀行會問講我假使講冇嘅經費嘅話，可以推薦哪條唔是買票嘅景點？也係講我貼配好嚟啊，比如說我喺咧個奢華的旅行，從亞種的旅行唔會用萬去收嘅啊。因為小琉球那邊其實有不花錢有不花錢的玩法，你要花錢也有花錢的玩法。那不花錢的話，像我就會介紹遊客去花瓶岩，然後還有小山看海那邊的秘境。因為我都會說那邊有潮間帶、碉堡、天坑、海龜石，那邊也有機會可以看得到海龜。再來就是山豬溝下面有一條秘境，它可以走到隔板灣。隔板灣那邊又叫做威尼斯沙灘。那邊的話還可以再繼續接着走到太子宮。那就是秘境之2。然後還有第3個秘境就是王美老木，王美老木那邊也是一個秘境晚上有時候會有銀河，在那邊可以看到美麗的銀河。主要我覺得可以看銀河的有3個地方，一個是王美老木，一個是觀音石，然後還有落日亭，這3個地方晚上都適合看銀河。我介紹遊客去那邊看銀河，他12點、12點半那邊都有看到。都很漂亮我自己也有偷偷的去看了一下，因為早上要開公車，我不能去看太晚，所以去看了一下，拍個照就回來了。你對呀個小琉球這邊的景點風景都一點點了解，你全部自家去過，然後做個功課同人家講的，也係講你自家有去熟悉一啲資料啊。有，我就自己有去每一個景點都去走過一次。像它還有5片海廢牆，海廢牆就是用海洋的廢棄物打撈起來拼湊成的圖案。因為我的順序是照我公車的路線這樣報的啦。第1片的話，我就會跟遊客說是在觀光碼頭那邊。第2片的話，在美人洞那邊。第3片的話，在隔板灣那邊。然後第4片的話，在海子口那邊。然後第5片的話，在琉球國小那邊。你阿神，有拄到講這種幾日咧都冇人客坐的情形冇？有啊。不過像個
暑假啦，这种年下国度的时间，也尽量会有无年下抽查的时间吗？因为大部分来的游客都是骑机车比较多，都是自己骑车比较多，要不然就是骑电动脚踏车。哦，所以坐公车的人其实很少，大部分都是外国游客，要不然就是，带着小孩不方便骑车的，要不然就是带着长辈不方便骑车的，还有就是，团体的老人不太会骑车的，就安尼，今年下国有一个需求啊，不过大部分人还是自家去好多外国度啦吼。除了老爷的景点之外，我相信小琉球当个应该还有个吸迄个食的东西啦，因为老了迄个大家因为一天会拄紧嘛，是唔对呀点有去研究过蒙呀路线，我经过的地方有冇个贴迄个在地的小吃啦，然后贴迄个食物。我会介绍游客吃葱油饼，它是100年老店，然后还有起司卷啊，还有鬼头刀炒饭啊，还有琉球的第一家早餐店啊，然后还有像龟龟冰啊，这些都是我觉得蛮平价的小吃啊，然后它还有卡布敦啤酒啊，它也是琉球限定的，然后还有海燕窝也是，讲到菜天年是咧，琉球其喺作为咧渔业角度有几多渔港嘛？嗰时候嗰片渔获量应该也几多嘛？其实琉球那边的渔获，通常都是从台湾运过来的。因为他们捕的鱼，可能有一些是琉球自己会留，大部分都是到东港去卖掉。可是那我们突然相当爱睇小琉球是沙西米的吧？青毛嘛？也有，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有在卖，那它是切整条的，它是称重卖的，然后它就是你要吃多厚多薄自己切。你也可以，因为它是急速冷冻的，它真空包装，所以你可以带回去台湾，然后放在冰箱里，看你要吃的时候再拿出来切就好。像菜市场那边也有传统市场他们其实鱼饭都是在路边的转角那边卖比较多。那菜市场里面有一个在地的阿伯，带我去那边买过一次。我是觉得也还不错，它是鬼头刀一整条，然后他就帮我切成生鱼片，然后剩下来的帮我另外包起来，可以熬汤之类的。哇，安尼整条都安尼烧鸡，其实都迄菜天年张为迄张碟的呢吼。假使讲某年代的话，真的迄多小琉球，像只能是一般的吼，两个人没有入风前面多的，那种菜天年的吼，真是爱蒙菜天年张为碟。如果你喜欢自己动手做的话，其实就可以，也可以跟你介绍哪边买。如果因为大部分去的人都不会想要自己动手了啦，都是直接路边找东西吃，看哪间有名吃哪一间呐。个风片嘛。头都有讲到个沙西米的好黄的，佢真空包装可以带过去，都可以做电炉炒嘛。有你买也做电炉，就是做伴手礼用。它其实没有伴手礼的盒子，你顶多就是买回去自己包裝吧。也可以啊。不过讲到那个电炉，更加小琉球最有名的电炉都係個麻花卷啊，個台灣點心嘛。刀锋跟琉球啊，这片呢，它的工厂有一多间啊，还全部都用一家。我知道的就有10几间在做麻花卷的，通常我会在车上跟游客只会介绍2间，一间是偏向古早味，我觉得吃起来味道有点古早味，也不错吃，然后另外一间的话，它是网络有名店，假使讲有人问到讲小琉球最想的地方係乜嘅，唔會同人家用慢講。最吸引人的应该就是可以看海龟，然后玩水，然后有很多漂亮的美景。像我就蛮喜欢2、3个地方的美景。它看过去就是有种居高临下的感觉，然后一往无际的感觉，那个特别的放松心情。然后像它那边有一个小本爱玉，旁边的那个斜坡下去，有点像
灌篮高手的片头曲那个仿灌篮高手的那个场景。哎呦，它只是没有平交道而已。那个海景只要是看过去蓝蓝的大海都很美。哇，真是当然的小哥哦，请求无去到小琉球的，经常在去拜呢嘿。安尼去的话，建议迄讲一年四季都可以去嘛，还有特别的时间，刚讲去个quite好聊quite好搞。一年四季都可以来啊，因为其实冬天来讲不会那么的冷。除非是寒流来，不然的话，其实到了中午还是一样蛮热的。真是哦，在高雄啊、屏东啊的南部哦，用严冬热天的时间，哦，更加热到会了，哦，晒到会了。啊，像最近这阵子，就有晚上12点左右都可以去看银河，都很漂亮。尤其係嘅神咧吼，冇落雨嘅時間，哇，嘅神咧種種喺面前咁樣暗光暗亮。因為我都會跟遊客介紹說，這邊只要沒有烏雲的話，都可以看到滿天的星星，很漂亮。晚上如果你睡不着，也可以來看看，運氣好可以看得到銀河。你要看在哪個位置啊？如果你是在觀音石那邊的話，可以看到屏東的墾丁。墾丁那邊。那如果說你是在美人洞那邊的話，你可以看到，應該是說花瓶岩到那個隔板灣這段，只要可以看得到的話，都可以看得到高雄。我可以看最清楚的，可以看到85大樓，還有鼓山那個壽山動物園那邊。哇，真是的哦！哇，那個不是戴望遠鏡也看得出，看得出來。很厲害。那個天氣好的時候才看得到。像我那時候冬天的時候，其實比較常常都是白茫茫一片，就看不太到。最近夏天到了，所以就看得比較清楚，常常就看得到了。幾好，有機會嘅話，真係要去看一下。平時喺人哋對台灣看老貝嘛，而家有機會對老貝來看人哋台灣這個本島地方，也係一種無窮嘅體驗呢。從台灣要看到琉球，我覺得蠻困難的，除非你要特別的知道說方位在哪裡。對啊，如果從琉球看台灣的話，其實很明顯啊。就近太遠嘛。哇，觀眾朋友，陣嘅手機大家有睇清楚冇呢？有啊，人哋下一次嚟去小琉球嘅時節，其實可以去聊聊，去爽一下哦。不過除了安尼，陣還有幾多無共樣經驗同故事會同大家分享。人哋休息下，CB3再繼續同大家來講哦。前面分享的很多小琉球好食、好教、好料的個知識，不過更加我來繼續同大家分享的係，我聽講，咱的阿嬸之前的工作經歷也一定的神奇呢，我這個也幾有興趣，來請教佢一下佢之前做的工作吧。阿嬸，前面啊雖然講到講基本人係做一個巴士的司機，也幾神奇也難得。搶到來到一邊分享，不過前面聽這個分享講，有做過幾多嘅工作，特別係有一啲我幾有興趣嘅傳統一個戲劇嘅演員呢，可以同大家再嚟聊一下講，有個傳統嘅演員係做嘅係乜嘅傳統嘅戲劇，好嗎？我是從國小畢業就去台北學客家傳統戲曲，就是那間戲曲學院。你這個係這個想要去學嘅嗎？小時候喜歡看電影，看李連杰、成龍的武打電影，那時候對那個功夫很有興趣。然後我爸就問我講要不要去學啦。然後因為爸爸的朋友的兒子在那邊學音樂，傳統音樂，然後問我說要不要去學，我就說好啊。然後爸爸就幫我報名了客家戲曲。然後就一路學了10年，學到大學畢業。哇，真是學嘅之後又去做演出啦吼。哇，你唔能睇學嘅時間啦，我幾有興趣嚟講，唔能睇學嘅時間，學嘅人能講身段啊，也就動作係一個部分嘛。講嘅台詞啦，也就唔能還會去另外的學習嘛，因為佢某個有平板啊、小調那些，我特別去學錯嘛。
嘿啊，我们那时候有唱腔教学，然后也有戏词教学，然后也有客语教学，都要学啊。哇，你们这个本身假如讲像喺行业咧，学方咧应该够简单一些是吧？对于客家人来说，他们常讲四线的话，学起来会比较快，因为我们学的都是四线腔。像那个，因为有些人他不是从小讲客家话，也有一些人他是闽南人来学的。所以他们学起来会比较辛苦。像我本身也是不是从小讲，因为我小时候我家的旁边是眷村，我从小跟眷村小朋友一起玩，所以台语来说也不是算特别的厉害。那客语来说又没有说在接触，所以去到那边我等于说是从零开始。当初学的时候是蛮辛苦的因为那时候我用了很多方法去记那个音调啊，因为像有些音啊，我就用 b p m f 去注音，有些音 b p m f 注不来的，我就用英文去注那个发音。哇，按你学的之后，你还记得讲当时学的一条台词啦、歌词吗？还记得一些啊。可以念一下一段如何的？太假讲，我就老提神，专门骗钱服失言，有事老是发很多。我的师傅就是主编，偷了新年，虎私下冲田，马私下冲盐，土书又爱讲，卖书又爱钱，头好大体意，书本差绵绵，今年菜留记，无面见秦平咯，见秦平。哇，真是归力会冇表现的，虽然讲已经离开一段时间了，但是真是能有个带的念出来个腔调啦、口气就不一样。不过跟我们一般在做生活的客语其实是不一样的，但你能得做有个后些的时间练习，会不会鬼辛苦？米拜看到能都睇背这个歌词啦，或者是台词啊呢？因为我嘅客家都系。背戏词好来嘅，硬记啦吼，硬记嘅。除了人哋能用讲的来台词也得，你能的身段咯，你能感觉最身段最难的部分係什么？身段的话，其实戏曲的身段都是大同小异，都是从京剧里面延伸出来的。你这个感觉最困难的练习的部分係嘛？最难练习的部分哦。其实每一个都很难我们从小就是要早上起来就是倒立下腰啊，练弹指功啊，然后基本功的话都要拉筋啊，然后踢腿啊，那些都是很苦的日子啊。不过我们的乐趣嘛，就是有时候出去玩啊，有时候会心血来潮，就会在路上就会想说。大家一起聚在一起，就会来翻一下跟斗啊，然后在路上这样玩啊之类的。顺台湾人都会讲，哎呦厉害哦，你们就会享受一下这种虚荣，不要讲虚荣啊，人家鼓励啦，错冇？应该吧，因为大家有时候一起哄，就突然间就玩起来了，也不会去特别在意旁边人的眼光。你们会有比赛讲，慢人咧，翻跟斗啊，或者可以翻过一斗有这样子吗？翻最多的这样子？在学校的话，也有老师有让我们就是自己跟同学之间的比赛啦。你比过你能最多可以翻一斗我最多翻连续40个后手。哇，你翻的头哪唔会晕吗？那一次是我翻最多的一次，然后翻完也是头晕了。如果说原地翻的话，以前最多是可以在原地翻10个。嗰就讲，还有啥物练习好的，能出去表演，能有去到那表演啊？很多地方像大舞台啊、小舞台啊都有啊，像那个国家剧院的啊，或者是那个庙前面的那种野台戏、外台戏。对。嗰就讲，有去到公园演出吗？国外的话，我是没有参与过，不过我有一次是跟歌仔戏的一个
台湾第一苦旦廖琼枝老师一起去日本演过一次而已。哇塞，也是算一个quite难得的经验呢。对一个老前辈来讲，听得见人的顺后啊，这个演出之后，係咪還有其他机会之下，再转做讲一般的演出？一般的演出不是这种传统戏剧的。也有去接过武行，就是拍片的武行或者是灵演。你接触到嗰啲種人講武行靈演嘅部分，有回應到講喊些時嘅嗰種夢想嗎？我小時候想要去成為這樣子。因為靈演要熬出來真的很難，要蘑菇天。然後我就是熬不出來，所以我後來就轉行了。對啊，我在武行那邊其實也接觸過幾次而已，因為後來我就回高雄了，回南部了，所以沒有在台北，沒有跟着學長他們一起去跑了。對啊。這個睇下嘅過程之中，包括接觸嘅傳統嘅戲劇啦，一般嘅靈演，所以等於講，這對一些可能更加後生人來講，其實它算是一個夢幻的一個職業。因為你想要去想要來做，因為也是嚮往嘅熒光幕嘅身份嘛。等於這個一個過來人的角度，假使講真是要投入一個工作來講，會不會有給後面一些建議說，這個要先做嘛嘅心理準備啦，或者是什麼樣子的準備，可以來經歷一個行業。因為你為了生活，你也不可能一天到晚都耗在那邊啊。因為那時候我還只是個大學畢業，剛畢業，然後還在等兵役的期間，那段時間我還可以等。可是我如果一直這樣長等下去，等沒有一個未來的可能，那我再等下去也是浪費時間。然後所以我後來就在高雄找其他的工作，才朝不同的方向去發展了。就是講你這個嘅建議係講，其實你這個要投入一個行業，要有一個心理準備，可以有多角的方面，不要全部都壓在同一個地方。這個還冇一個成就出來嘅時間，像等我等到不能夠灰心過挫折啦。就會按呢，嗰時候講後時咪行去接觸個線上嘅工作，線上嘅工作係搞乜嘅啊？搞幼稚園的小朋友武術都同學嘅有相關咯。就只是把基本功教給他們，教他們一些基本功，然後再摻雜一些武術的動作，然後把武術的動作再把它分解成小朋友能夠去做的動作。譬如講你那啲基本功有大概有哪兩基本功的話就是馬步、弓步，還有撲步，這是最簡單的。那比較難一點的就是虛步了。虛步的話，那個在武術來說比較難。那小朋友我就沒有教他們虛步。那最簡單的就是五步拳。武術裡面最簡單的基礎就是五步拳。五步拳的話，像我們可能就是第一個動作可能是轉身，打拳，這個是一個動作。那教小朋友我就會教他們轉身，2出拳，就把一個動作變兩個動作。睇年實做安尼動作做得會親很帥氣，人哋講嘅細年的用板做都會感覺講親等你小做嘛，一堆小朋友然後帶着童音在那邊哼哼哈一樣。然後就可能搭配一些武術的音樂啊，然後讓他們就是做起來會比較愉快一點，會比較覺得比較可能如果他們做的整齊劃一，就變得比較精氣神。他們那個哈的聲音喊出來會覺得很可愛，這樣。有個小朋友講，練到一半都唔掉，會不會丟紙？有這種嗎？丟紙，對，就是在哭啊，他說可能受不了這麼辛苦。剛開始學的話，可能會有幾個在哭。可是當他們站上，他們學了半年下來、1年下來，站上去舞台表演的時候，他們就比較不會哭鬧。因為大部分都是中班跟大班的小朋友。那我也有教過舞蹈班的小朋友，那個體操類的。就教他們翻跟斗。你做也可以做線上看到給人鬆腿，係咪自己心裡面也覺得挺有一個成就感？看到人哋按 C， 因為我覺得把小朋友教會是一種成就感。因為你要用他們可以接受的方式去教他們，而不是用我們以前學習的方式去教他們。
我就讲，唔管你自家之前的工作经验都经验，其实一定的丰富精彩呢。安尼，汉一摆啊，说某一天，自家睇个80、40几的时间，同人家聊到自家的人生，某一天又有莫强的方向的哦，怎么？这当一个司机唔系讲轻简单嘅，能视察就可以。更加司机哦，可以说18般武艺，样样俱全哦，甚至于讲可以做心理辅导，同人家讲故事啦吼，係咪？观众朋友，今日真是请感谢阿神哦，来到我哋节目地位，唔但将小嘅我哋小琉球有哪条好事好搞好料，甚至于讲本我哋提供，其实到小琉球唔但将可以去好多摆，还有坐公车一个无穷嘅旅行嘅方式哦。今日再一次感谢我哋阿神，好来到我哋节目地位分享安精彩嘅故事，多谢我，多谢主持人，多谢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下次来小琉球可以来搭我的公车游玩哦。好咯，去体验莫强用旅行嘅之前，听到我哋先生来运动一下咯。希望我哋福建来嘅节目嘅朋友，记得点赞天客家电视台嘅频道，顺势记得分享出去哦。